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。我们时光代理人，我有你们有游戏，现在正式开始。具体规则你俩都知道了哈。那我先开始了。Put your hand， yeah。我有自来卷。好，到你了。我全局一直戴着这个手表。我也戴手表。我一直戴着手表。我也戴手表。嗯。我全程增高垫。我有，你没有，我有。我有增高垫。我也有。针对我，针对我。我全程用的是真头发。我有巨型，我有。我有真头发演戏。现在。我也有啊，我也用过。你没用啊？我这期有用啊。我说，咱说现在吗？那你说现在我没吃饭呢。你这不行，你要特别笼统的。我会玩魔方，我手里有魔方。我手里有魔方。太脏了，我牙里有菜，好吗？啥都不让的这个人怎么？啥都不让的这个人。规则不是这样的。我会拼六面。我不会。我会。你会啥？你会？我真的会。你现在拼一个。我现在拼一个。证明一下。我现在拼一个跟戏沙现在拼吧，但是能拼。我有上过当。有上过当。我没有。那你按一下吧。我去过海布拉。我也去过。我也去过，你看你没去过？我在周小白的身体里去过。那不算。那算，那太算了。那不算。我人到那儿过吧？你人没到那儿，你在沙发上坐着呢。那我魂到那儿了呀。这个人玩精神到那里。玩游戏不赖。我有双海的签名的全套。你要啊？我有盗版的双海签名的全套。你有没有呢？我虽然不能进到照片，但是我可以指挥。我没有，你可以。我有。你也能指挥我，你不用进照片还能指挥我，好吧？我当过陈老师。又是一个针对我的问题。我也当过，我不用当，好吧？这完事我就 game over。赶紧 over 你是吧？我想一个，赶紧 over 你的东西是吧？我有可以跟我说长句子的能力。我也能说长句，我只是听长句。我能听长句子，我就爱听长句子。好吧啊，恭喜！好了，你结束了。你输了，我成游戏黑洞了。你成游戏黑洞，所以你就是我嘛，我是你的克星。那个接受一个惩罚。其实刚才有个问题，咱俩可以说，我可以吃香菜。对。陈老师不能吃香菜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了。你现在开始接受惩罚吧。给我们唱首歌吧。唱歌了！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带柔情，今天是个 R&B 那种感觉的 ，R&B 的那种。你看你这